在地人在地情来看，这个婚林馆为今年的3月开始举办着游婚林抽100万名车的活动，活动的时间3个半月，累积的消费金额将近4亿。馆长张立先抽出着头奖，伫个县政府进行着交车的仪式。 100万名车幸运的得主沈小姐甲亲人，做伙到婚林馆文管处，为馆长张立先的手中接过这份大奖。伊讲想要到伊的这好运。可以呼吁我们周遭的亲友，就是有空大家都可以来云林走走，或者是说不一定要去外地，我们其实云林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。婚林馆政府已经连续5档举办抽100万名车的活动，今年伫发票登录平台启动3个半月，都已经有40万笔，消费金额嘛要到4亿元。那我们最重要推展观光，最重要是要有更多人在这里消费，在这里吃东西，在这里住宿，才能够让我们整个观光经济产业都能够蓬勃的发展哈。婚林馆政府成功提升地方观光的热度，估计伫2024年婚林馆观光的人次将会超过2000万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